谢批评，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时代力量怀疑郭文哲台湾主体立场，咱这回来听郭文哲详细的讲法。台湾的主体性、台湾的优先性，我们是哪个地方没有做到？我说奇怪，所以常常是这样的哦。我们需要的是明治维新的，不是义和团的。但他认为你应该说清楚，因为他好像开始他说的是这样嘛，我就一样嘛，回答蔡英文的话，也可以回答时代力量。我们过去这段时间所作所为是哪一条有违反台湾的主体性、违反台湾的优先性？到底是哪个地方嘛？你要，我是外科医生，你知道，你就讲1、2、3、4，具体的事项，不要用那种叫 non-specific 非特异性的一个定性的描述。听到哪个听不？在我看起来说贴标签而已。不过有事不能接受你的两岸一家亲。就这样，两岸一家亲哦，这第一个它不涉及政治，第二点是这样的哦，在整个两岸关系，特别是我从来不认为有单纯的两岸关系，它是在中美对抗的世界大局之下去思考台湾的定位问题嘛，所以我们不会去故意说全部压一边嘛，所以两岸一家亲它只是留下一个回旋的空间，表达一个情感上的善意。但是对于国防经济，我们该准备的，我们这个来说，我们要去处理嘛。所以并不是说，我常常是这样的啊，做实事比较重要。这个是我们一贯的，从头到尾一贯的态度。有40%的选民啊，就是会考虑投蓝绿以外的，但包含你们台湾民众党嘛。那你们觉得最后可以拿到几席？是这样的哦，选举还是一个说服的过程嘛。这个每天认真去做事啊，不要我最近在思考，我们常常把手段当目的，什么意思呢？常常说，我们要取得政权才能够实践理想，后来就已经，反正这个把这取得政权当作至高无上的这个第一优先，你知道？那所有的，当然再去合理化他们所有的行为，所以我再回答你的话了哈。其实理想跟手段还是要分开的哈。理想是台湾可以变更好，这才是真正的目标。都不是每天在讲啊，你会有几席啊，会干什么？如果我跟你讲如果全面执政的，那国家更烂，那有什么用呢？市长，可是你昨天提名了8个区域立委，但是就有外界说这个立委名单没有亮点，甚至一个都选不上。是这样的哦。第一点其实不应该在这个不需要在地方回答政党的问题的，在党那边他们还是有发言人会去处理。不过是这样，就好像我每次讲说不管是一日双塔，你知道还是2014。还是2018，甚至4大运，你知道人因有梦想而伟大嘛，对。那你每次都在讲说，我跟你讲，我当年2014出来选的时候，有人认为柯文哲会选上吗？可是有外界质疑说啊，党这边征召学历性啊，你不想要做落跑市长，可是你要害人家做落跑议员。这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一个选区议员还是有8个的，这个叫程度上，我们还是有个衡量嘛。议员现在提出的名单里面，然后现在都要面临蓝绿的夹杀，会不会担心民众党会泡沫化？我跟你讲每天认真做事嘛，还是一样，那个目标跟手段还是要分开的，不要把手段当作目标。我发现台湾在政党政治现在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把手段当作目标，你知道，后来就用那个取得政权变成。当做目标以后，再去合理化他所有的行为，我觉得这个才是不好的。像你怎么看黄国昌呛那个纽约家具，然后建管处包庇？这个我们今天早上7点半就开始在检讨这个案子了。不过这样的，基于侦查不公开，你知道，在全部调查结果还没出来之前我们也不需要去做太多结论了。不过我们大概听了一下，你知道，我们还是有很多问题的。这种会深自检讨，你知道。市长，那个士林夜市那个1000块的水果又出现了，然后朱学和说，如果你可以解决的话，他要捐5万块给民众党。这个其实这样的它会出现，这个我们不敢说它100%不会出现的，不过一出现就会被我们稽查了，查了还是会处理掉的。这个常常是这样的只能说有时候是这样的像这种商圈你知道，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是要有商圈要有一种自治的能力的。当然，市政府的立场是这样的，有出现我们就会去查处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完全说它不会出现所以其实更重要还是要有一种地方的组织，你知道自治的能力。我想这还是比较重要。
那有媒体报道说，您拒绝跟其他友好的小党组成一个政团哦，是因为担心2024的这个总统的推荐门票要算谁的？这个部分你怎么回应？就是这样的，常常讲的人要，我最讨厌人家什么，听说哦，传闻哦，然后什么叉人士，把名字列出来。讲话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哦，合作当然都合作，怎么合作啊？当然都是这样嘛。所以我讲这个时候，我就涂鸦在台湾了，台湾都是传闻啦，有人说、听说啊，大家全部把名字列出来。市长指名去世，有人说指名是合作方式最好，如果要合作的话。其实是这样，合作常常是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程度的合作，所以共荣是一种精神。从共荣，第一个荣是容易的荣嘛，可以互相容，可以容忍嘛。那再来才是共荣，融合的融嘛，这才是光荣的荣，共荣。所以大家觉得这样的，很多事物在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合作程度嘛，都可以谈嘛。市长指名还要去世，有人说他是台湾的斗士，那有人说陈菊也是台湾的斗士，不过他好像不懂得反省。今天 CA 案他没有到立院接受备询，你怎么看？嘛，议华他需要去吗？他是主管机关。我不晓得，通常是这样的。我觉得说很多东西都议华他不需要备询嘛 ，yes or no 嘛，不然他就变大号的吴怡宁了嘛，就这样。那你对陈菊有反省吗？陈菊有反省了吗？